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2019年第一礼拜，咱搁一摆三角主集，咱伫即个中间，要通过出埃及记拢总8讲伫即个中间一直到2月，我拢要用出埃及记来甲咱三角来分享要通过以色列因过去伫离开埃及的故事，要来诚做咱伫生活、教会以及咱个人甲上帝关系中间，要来思考的经章。咱今仔日对出埃及记第1章咱是对第8节到22节。咱伫即个经节内底，咱会当看见即个故事，我搁一摆甲咱做伙来想。伊伫第8节，伊一开始有讲到埃及有新的王兴起，毋捌约瑟的，是安怎爱捌约瑟？是安怎埃及人伊需要捌约瑟？当初时约瑟是安怎会来到埃及做宰相？因为埃及迄个所在有饥荒，然后即个约瑟伊会当解法老王的梦，会当事先做准备7年的丰盛，接续7年的饥荒，然后伊通过7年的丰盛，留下粮食，帮助埃及经过7年的饥荒。所以伫即个中间也提醒咱，上帝通过约瑟，互埃及法老王所看见的，就是7年的丰盛了后，要有7年的饥荒，所以就爱伫7年的丰盛中间提早做准备。法老王伫迄当时嘛做一个真好的决定，就是伊找一个有智慧的人起来做宰相来料理所有一切代志。伊找啥物人？约瑟。所以约瑟伫迄个中间做真好的工，也帮助埃及伫迄个中间经过7年的饥荒。所以当这个事过去了，检查已经经过几若代，有人开始毋捌约瑟的时，意思就是已经袂记即段的历史，已经袂记即当初时约瑟怎样带来上帝的恩待，互埃及行出无共款的路。所以咱今仔日的经节所看到的，就是第9节，伊对伊的百姓讲：看这个百姓以色列人比咱较侪较强。本来是请这个少人数的希伯来人来做人客，但是无拍算，这个人客强起来，亲像会当甲埃及对着的。所以到伫第10节，经节内底写讲：咱着用计策来款待伊。要设计谋咱要款待这个人客，爱互伊一寡限制，袂使互伊伤过强。所以伊的限制是啥物？后来就是爱互伊去做工，所以伊甲伊设立督工的管辖伊，用重担督促伊。所以本来伊来到埃及做人客，希伯来人伫即个中间开始转换因的身份，变做啥？简单讲，就是做奴隶。所以因爱去做工，所以因爱去趁食，所以因互伊做工着活，生活艰苦，超土做庄甲做田遐的工，伫一切所做的工，无毋是真咸。意思就是，伊互埃及人、互希伯来人所做的工，拢足困苦。伫即款故事背景的情形下底，才有咱今仔日所读的出埃及记。所以埃及人对希伯来人即种的苦毒，互希伯来人真艰苦，所以因重新去回想，后叫啥物人？耶和华上帝。因伫迄个中间想要找到一条出路，出埃及记是伫即个背景内底所写，其中伊也代表人伫所行的信仰生活。还是伫社会生活内底，对一个原来无熟悉上帝的人，伫混乱的社会，一直到成做上帝囝儿的故事。但是真趣味，这希伯来人当初时因对约瑟
啊，带着雅各去到伫埃及的时，敢讲因毋捌上帝吗？其实因去的时因捌，但是伫遐大久了后，生活环境真好势，真丰富，然后因渐渐伫希伯来人的心内，因也袂记即上帝恩典甲因带。所以伫即个中间，因只有当着困苦的时，才搁定心开后求上帝。所以伫即个中间所写的、所讲的，就是对一个混乱的世代，到因的心定心去认捌即个真个活的上帝。所以当摩西要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伊甲法老王讲：，互我的百姓去旷野要创啥？要敬拜上帝。这伫咱接续第3讲、第4讲的中间，咱拢会看到这个景象。出埃及记是啥物意思？其实即个所在的翻译，伊是伫旧约希腊文的原本来的意思是出路，意思就是要找出路。人要找出路，人要伫伊所徛在的环境找出路。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埃及，甲上帝重新去立约。要伫即个中间，伫旷野3岁拢无的中间，重新去甲上帝立约，成做一个属上帝囝儿甲国度的人。伫即个中间，以色列百姓因所拄着的困境，即个法老王伊毋捌约瑟，伊也毋捌即个上帝，所以互以色列百姓伫即个中间，对富有真好真水的地。一直到成做工变做奴隶，所以伫即个中间，以色列百姓心内开始艰苦，艰苦啥物？伫即个毋捌上帝的世代，互人伫迄个中间用拳头、用暴力、用家己所想的、家己的意思来成做意思，互真侪人伫迄个中间，特别是弱者，无法度伫遐来得到公平的原则。我想，这是以色列百姓。因伫埃及所拄着的情形，其实对咱人来讲，咱今仔日所生活的世代，有可能嘛是伫即种的世代内底。今仔日到伫一个程度，大家伊爱去找一个有规矩的所在，所以真侪人欢喜要移民来到北美，因为遮个国家因所有的就是有一个好的制度，有一个好的法律，互人伫迄个中间知影要安怎做。你知影要安怎顺坦交通规则？你知影要安怎来顺坦伫遮守法的人会得到保障？你知影伫即个中间要安怎平安徛伫你所徛起的所在？你有你的保护，你有你的权利，你知影你安怎是安全的？你知影莫做啥物代志是平安的？我想真侪人真意爱伫即个中间，来通过一个好的规则，互人知影人要安怎伫迄个世代、伫迄个所在、伫迄个团体内底会当得到平安。这也是当初是以色列百姓因所要找的，因为伫因所徛起的世代，法老王就是王。伊讲的，伊欢喜就是照伊的来，照伊的意思去做，多好甲今仔日。咱所看见共产的国家共款是人治，不是法治。所以有人伫新年的中间，用伊的角度、用伊的角度来对台湾的同胞讲话，讲恁着应该安怎。但是咱伫迄个中间，咱的心敢有接受？咱的心敢有伫迄个中间有欢喜来接纳？我想这是另外一个。每一个人伫咱生活的中间，拢真意爱自由。每一个人珍惜咱所有的自由，但是伫享受迄个自由的进程，爱有规矩，爱有一个法则，爱有一个大家会当知影要安怎行。即个法度无一定是上界好，无一定是上界完美，但是伊会当互人知影，我会当安怎做，我会当得到我权利的保障。总是伫无熟悉上帝的时代内底所拄着的，完全就是安尼。人无熟悉，毋
毋捌上帝，伊所代表的意思是啥物？伊所代表的就是我无惊任何人，只有我家己的意思最大。我的拳头只要有够大粒，你就爱听我的。我讲的话只要大声，我有迄个讲话权，你就爱听我的。无论我欢喜我无欢喜，所以强者为王，败者为奴。即种的社会毋是咱真意来，即种的团体嘛无法度互人伫迄个中间来得到入来。伫毋捌上帝的时代，阁有一种现象，就是伫迄个团体内底会有真侪无共款结帮自助，所以会开始研究人啊，你是我即派的，你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伫好朋友安怎，大家相挺。啊，若毋是好朋友的，你着甲我说字。所以这用人情来做关系的开始，用人的人情来决定你甲我是毋是会当好好做伙。我想伫即款的情形下底，会互人真惊吓。所以敖讲话有手软的，也是敖做头的，有气力的，会伫迄个中间拿来拿去。啊，若弱势的，若好人的呢，若平常时毋是真愿意讲甲人安尼跋烂，伊就伫迄个中间受到无公无义的款待。今仔日是安怎，咱会伫即个中间用即款的经节来问讲，伫毋捌上帝的时代，因为毋捌上帝的时代，人袂谦卑；因为伫毋捌上帝的时代，用家己做大；因为伫一个毋捌上帝的团体内底，用家己的想法甲意思，要来压制另外其他的人，爱跟对伊的想法来行。所以，咱对圣经内底会当看到本来毋捌上帝的时代，拿阿的时代是一个毋捌上帝的时代。所以拿阿最后爱安怎？圣经讲拿阿是一个义人，所以伊甲伊厝里的人转做一只船。啊，迄只船后来再动物，再因厝里的人，啊，然后一只船真大只，要将伫无公义的世代，互敬畏上帝的义人。伫迄个中间得到头目，我毋知影你敢有真意爱，嘛会当有一只诺亚方舟，所以会当互咱甲即个世代有一个分开。伫巴别塔的时代，嘛是一个毋捌上帝的时代，因为伫巴别塔的时代，要做迄个塔，是因为要宣扬人的伟大。因为伫迄个中间，要互人知影，即阵人足强，即阵人足好。所以伫迄个中间，互人看见毋捌上帝的时代，其实就是人真骄傲的时代。伫即款的时代，检采有少数的人，伊会当真欢喜、真骄傲、真成就。但是大部分受压制的人呢，遮个人生活无喜乐。因为伊所看见的，毋是伊的心所欢喜的。伫即个时代中间的人，无生命的热情，因为伊毋知影要活什么人。伫本来的团体内底，我到底要甲即个好，啊甲迄个毋好，啊是要甲什么人好，啊甲什么人毋好？中间有太济利益的关系，所以互人也失去伊人生的方向。即阵人会当交配，迄阵人会当交配。即阵人会当做伙，迄阵人袂当做伙。然后甲人做伙了后，明明是用真心要甲人交配，总是人取笑你的软弱，人看你的软弱来当作是一个笑，人当作你是一个本来就是互人糟蹋。人因为安尼，人生原来是乐观的，久后也变做悲观。所以，伫毋捌上帝的时代，人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得到欢喜。以色列百姓伫埃及是安尼，今仔日你我伫今仔日即个世代，嘛有可能是安尼。但是无改吗？敢有改？
敢唔敢？以色列百姓等足久，但是所要等的是啥物？我毋知影以色列百姓期待啥物，但是若是对接续咱过搁要读的经节内底，当摩西伫希伯来人，也是伫以色列人的中间，要来带因出埃及的时，遮个希伯来人无一定足欢喜。但是人爱到当时，才会当离开、脱离家己原来所徛在的所在。听讲即幅图，即个照片是伫加拿大翕的，听讲伫落基山迄边翕的。啊，我毋知真定假，我无法度证实，我也找不到来源。你看到啥？恁哪会拢先看到歹的？你看到啥物？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吼，听讲咧比赛，听讲即个成绩袂歹。啊，然后人家问讲哦，讲啊是安怎骑这山路，你会当骑到遮紧？你看到啥物？伊是为着伊家己的目标去跑走吗？我毋知。伊是因为风景真水，所以骑足紧吗？我嘛毋知。但是若看到即幅图，我所想的是后壁有一只大熊在甲捉，所以伊不得不骑足紧。亲爱的兄弟，咱的人生可能拢有咱家己的目标。但是有时啊，真正咱要往咱的目标来跑走的时，所爱的毋是迄条公路有偌水，嘛毋是迄条公路有偌平，或是迄条公路有偌好骑。有时啊，真正互人伫迄个中间会当行出一条咱所意想袂到的路站，是因为后壁有一只大熊在甲咱捉。因为对人来讲，咱拢真意爱爽快的所在，咱拢真意爱一个真好势的所在。所以，当咱伫咱家己所徛在的中文叫做舒适圈的时候，咱袂记真要离开咱原来所在往头前的目标来跑走。但是对着即个骑脚踏车的来讲，我毋知影当即幅图翕落来时，即个骑脚踏车的人，伊心内所想的是我的目标，我的冠军的奖杯到底有偌奖金有偌济，也是我人生设定的目标是啥物货？我想伫伊背后有可能所想的是，迄只熊到底搁离我偌？亲爱的兄弟，今仔日有时啊，互咱往头前来跑走追求咱的目标的，毋是偌水的理想，乃是后壁有危险已经对来啊！我想今仔日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因要出埃及，只不过是上帝伫因计划中间的一个坎站。今仔日出埃及记的一个重点是，即群人已经袂记即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通过埃及人对因的款待，逼因离开原来真丰盛的所在，爱去到旷野，重新思考即个民族因头前所要跑走的方向，重新去回想，伫阮祖先的时代。上帝到底甲阮立着甚物款的约？只有以色列百姓伫艰苦的中间、生活袂落的中间、已经无法度搁忍受的中间，才重新去想着要靠赖天顶的阿爸爸上帝。只有人伫迄个中间已经完全无法度掌握家己的人生。已经完全失去家己原来的计划，已经对家己的困难用尽，总是无法度搁做甚物回时，才重新来思考着上帝啊，你在哪里？你敢有听到阮哀求的声？
当一个团体伫一开始奉上帝的名来设立的时，一定有伊原来的使命甲伊原来的计划。总是长久长的时间，伫一个所在已经定着好势了后，是毋是还佫会记日当初时上帝怎样通过即群人所要竞选的来做什么款的工？今仔日若无一只行伫后壁咧用，有时咱真困难去思考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咸菜嘛是因为安尼，当人伫生活顶悬的丰富。伫真济法律、法规顶悬的焦备，所以互人有够野的安全感的时，人伫迄个中间失去原来追求上帝迄种的热情甲意愿。有上帝也好，无上帝也好。我想对咱的人生，也是对咱咱的教会。伫咱新的年度内底，毋知你所想到的是啥物？总是我感受到的，无论各方面，2019年拢有可能是一个真混乱的世代。有真济物件毋是咱会当事先设想，咱会当事先计划。但是要通过即种混乱的世代，要重新去互人来看见，人怎样。要伫信仰顶悬提调上帝，来跑走头前的路。今仔日是一个真特别的日，今仔日咱教会要伫即个中间，佮设立一个长老。伫咱教会要设立长老，非常无容易。要选，差不多逐年拢在选，然后逐摆选长老，一定有真济无共款的意见，无共款的声。有人伫迄个中间欢喜，有人伫迄个中间伤心。但是我要伫即个中间重新来提醒，当一个教会咧设立长老，伊所代表的意义是啥物？咱伫迄个中间，无论是长老还是牧师，牧师嘛是长老的一种，只不过牧师属于教导的牧师。然后咱一般所选的长老是一个管理的长老，有无共款的无共款的任务。有无共款伫教会内底所做的工作，但是伫迄个中间，咱来重新来思考。咱今仔日要设立长老，咱拢会有问题去问要设立的人，咱也有问题问会友，咱愿意安怎来做？是毋是会当帮我？其实。伫咱长老的誓约内底，咱会先问讲：你有要领受长老的职务，有确信这是上帝呼召？虽然伫长老会内底，长老的产生是人投票选出来，但是伫即个中间，咱嘛爱需要伫遮提醒，咱无论是牧师还是长老，所领受的是上帝的呼召。咱伫即个中间所爱的，毋是只有看家己人的意见甲意思，总是需要伫亲像伫第2条内底所讲的，伫新约甲旧约圣经内底相信这是上帝的话语，然后诚侪咱信仰甲职务顶悬咱的根据。所以做一个长老，甲伫公司内底做一个经理，有一个真大个无共款。经理有可能是用，互你薪水的头家，互你的管理来做事。但是今仔日伫教会中间，不管是牧师还是长老，受聘、受选出来，虽然是人选出来，虽然是人拣出来，但是是伫即个中间重新去思考，这是上帝的呼召。所以有真济时，毋是凭着人的意思在行在做。是爱转去到伫信仰的中间，这甲以色列百姓因要离开埃及，因伫迄个中间，意爱有上帝来引带甲带领是共款的。只不过上帝甲因回应的，互因具体会当看见的，是一个摩西，一个摩西来成做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一份子，然后带因来行头前路。
若是宣誓第三个，伊问讲：你有接受使徒圣经、加拿大长老教会宪法甲法规，来做本阿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长老协助牧师尽忠诚尽职，服务教会，尊奉基督做基督的头。我想伫即个中间，伊所讲到的，就是除去上帝的呼召以外，伊嘛咧提醒，伫即个教会设立的中间是有一个规矩。迄个规矩伫信用顶悬，就是咱的使徒圣经、使徒信经。敢会记咱头拄所读的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我想这是咱的使徒信经，嘛是咱伫即个中间三角徛起、三角做礼拜一个信用的根基。然后，即个教会是用加拿大长老教会宪法甲法规，所以无论伫教会中间的规矩要安怎做，要安怎行，是照着伫即个加拿大长老教会伊的法规内底所行、所写的，遵照即个来行。即个法规写了有完美无？无一定拄就完美。我想伫即个加拿大的长老教会法规内底，一定嘛会当找到真侪缺点，伊嘛会当找到真侪无合时代的所在。但是对着咱教会以及咱所有的会友来讲，这就是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所要遵照的办法。无论是咧选长老，无论是咱教会运作，通过小会、人执会伫即个中间咧运作，然后互教会会当往头前来行。这是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所愿意共同来照着即个法度来行。这甲即个法规是好是歹，无绝对的关系。但是通过安尼，咱才会当有共识，咱才有一个做代志的法度，咱才会当伫即个中间知影咱要安怎来行。要安怎开会，代志要安怎来进行？啊，若对伫会友来讲，会友的誓约，伊所讲的是，你已经竞选什么人来做你的长老？你有诚实欢喜接纳伊无？即个接纳，包括你有投票赞成，也包括你无投票赞成。但是伫即个中间所用的法度是。伫长老会就是用选票来选出长老，也用选票来聘一个牧师。无论你有介意即个人，也是无介意即个人，咱伫即个中间是遵循着咱的信用、学习、顺服。迄个顺服，毋是有照你的意思叫做顺服，迄个顺服是，就算讲甲你的意见无共款。你也愿意伫即个法度内底，大家彼此接纳。第二项，伊讲到依照法度伫你教会，你着欢喜、诚认来顺从。即个所在所讲的是，咱是用法度，人是代表来行即个法度来伫你教会。所以咱会当欢喜即个法度，无欢喜即个法度。咱嘛会当欢喜即个人，甲无欢喜即个人。但是今仔日，假使咱伫即个同一个教会内底，咱就是用即种的方式来行，承认。我想这是伫即个中间，咱大家伫遮三角来学习，毋是只有学习你欢喜，甲你无欢喜，也毋是只有伫即个中间，用每一个人所认为对的事。来成做遵照的准则。第三项，伊遮讲到，假使即个长老若选起来，假使若要接纳，你着敬爱伊、体贴伊、替伊祈祷，你着为着伊，恁的信用着活，爱恁得着救。我想这是长老伫即个中间。所需要的，嘛是会友伫即个中间爱互相，所以着爱帮助伊，互伊尽长老的本分。
我想重新，当咱重新来思考，咱的教会用什么款的法度来设立的时，咱需要搁一摆来问咱家己：咱是信仰内底用听的原则，互相包容接纳，要互选出的人会当伫迄个中间尽伊长老的本分，也是要伫即个中间来互相支持。咱的教会要伫即个中间设立无简单，咱教会长老要伫遮做满1年了后，会当继续伫遮服侍，然后保持信仰典管的热情，还阁无简单。因为通常选出来的长老，真侪时拢诚做人攻击的对象，因为选出来的长老所要负责的太济，因为选出来的长老有真侪正人的期待，总是却欠缺对信仰来用听的包容。伫咱教会内底要做同工，更加无容易。无亲像牧师阁有领钱，咱真侪同工伫即个中间无趁汤无趁粒，总是担任着一个职务了后，所有的批评拢总来，顾着即个无顾着迄个，做着即个无做着迄个，所以互咱教会伫即个中间做同工，亲像是一种的定化；做同工、做长老，亲像是伫信仰典范的执法。伫咱教会中间的服侍，无法度去造就人，总是反转，互侪人伫即个中间来目睹。咱的教会要伫遮欢喜来庆祝11年，但是咱嘛会当伫即个中间来看，过去即个教会捌服侍过的长老真是哪路？我会记即句呢，我嘛摕着即句。有可能是牧师无好，有可能是牧师失职。因为牧师做了无法度有正人看，有可能是咱的期待真济，伫到咱中间安怎做拢唔对。10个人有11个意见，然后咱无法度教会往头前来行。亲爱的兄弟，当咱伫即个中间要设立一个长老，我真意爱伫即个中间甲大家提醒，爱珍惜愿意伫咱中间出来服侍的人，遮个人是真正用因伫信仰中间对上帝的军队，伫咱正人的中间伫服侍。用长老毋通受伤重，若无教会也真歹用煞。牧师会当离开找新的教会，但是请咱爱记住，长老甲会友拢是生活伫即个所在的人，是伫遮的人需要受珍惜，还佫有长远的路要行，10年。20年，甚至有30年，毋通因为人甲人之间，毋通因为人情，毋通因为人的关系，然后互咱伫即个小小的移民的社会内底，大家真歹生活。当咱无熟悉上帝，无法度用上帝对咱的假释来互相款待的时，人甲人之间所存落来只有伤害，但是真正无法度破解吗？我想毋是。今仔日出埃及记所讲的绝对毋是安尼。出埃及记所讲的是，爱人认清伫咱所徛在的时代，但是爱重新去认捌上帝，互咱的生命重新找到迄个理想。今仔日咱是要伫即个所在。一个真好的环境，来透过环境典范对人的帮助，互人重新有理想，互生命重新有热情，互
互咱生命有新的机会。这才是咱的福音，这才是今仔日咱所爱，这才是今仔日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进入这间教会，大家互相在三款台中间，咱真正会去把握，毋是把握你的受伤，毋是把握你的痛痛，毋是把握你的伤痕，是把握咱伫追求上帝、认捌上帝的路上，要安怎互咱的生命有新的机会。所以讲到的是，咱人怎样伫咱过去所行过的路，会当互相赦免。所讲的是，咱怎样伫教会团体内底，会当用同一份的信仰内底，大家互相勉励。所讲到的是，咱怎样伫即个照同一个法规、食同一个法度来遵循的中间，怎样来帮助咱的兄弟？来成做教会同工，互咱互相伫即个中间拄着起做。是安怎伫一个教会中间会有遮尔混乱，有遮尔的话，遮尔济话，遮尔济意见，就是咱拢尊咱家己最大，总是咱将上帝放伫一边。今仔日信仰要甲咱教的，毋是讲你的意见无重要。今仔日信仰甲咱教的是，伫无共的意见的中间，用听互相包容甲接纳。今仔日伫咱的信仰内底所教的是，咱的兄弟愿意出来成做头的时，要互伊通过咱的手，得到更较侪的帮赞甲听透，毋是批评甲计较，要通过咱的手。有搁较侪的鼓励，以及三听，来代替伤害甲受气。亲爱的兄弟，逐摆若选长了，我拢真烦恼。这毋是伫咱的教会安尼，伫台湾的教会嘛共款。因为每一摆选长了。就亲像教会内底的会友，重新要洗牌。若较严重的，什么人选着长老，什么人就要离开。若较轻的，什么人若选着长老，我就无要照伊所讲的去做。今仔日伫咱的教会中间，我感觉是时阵啊！爱互咱的教会，甲咱伫遮每一个人的生命，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咱所爱的，毋是过去安怎，咱所爱的是未来人安怎。愿咱伫即个中间，要重新去看见上帝伫咱中间的目的，一个新的长老设立，一个新的会场设立。是咱的稳定甲福气，愿咱三甲伫即个中间，互相带导，互相孝养，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摆咧阮的困求，因为你知阮的软弱，你也知影。阮常常用阮的意思关过伫上帝的意思，阮常常用阮家己所以爱来成做阮做事的法则，以及阮所行踏的下步。主啊，总是恳求你伫今仔日，当阮教会要来设立长老，当阮教会要有新的同工三甲来同工的时，求你互阮第一个学习谦卑。互阮学习顺服，互阮学习伫即个中间，无用阮的意思来做意思，互阮知影，阮所需要的，阮所意爱的，是你的法度行伫阮的教会中间。主假使伫阮的教会中间，有人所行所做有失错，求你赦免阮。假使伫阮的中间，有人所讲的话，互人伤心，求你赦免阮。
假使伫阮的教会中间，有人的心受到伤害来倒退，主啊，求你嚟平安，求你独独无计算阮过去所做一切的错事，独独你来求稳定，互阮教会伫所行的路站，看见你荣耀大能的手，一路扶持甲帮助。主求你将你搁较济通过圣经要甲阮启示的话语，放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互阮新的年度是靠主、靠上帝你互阮的话语、你的应允来行来活。主求你，互阮较少看到阮家己，总是较济看到主耶稣你为着阮来施恩、来写咧，甚至为着阮定死的世界。主就互阮的生活顶悬大声学习，阮伫兄弟姊妹中间互相写咧，亲像你写咧阮一样。主，阮恳求你，伫你搁我的中间所享受的圣神以及大开力，伫早前的使徒的心上，今仔日你也要放伫阮众人的心上。互阮伫2019年虽然经过混乱的世代，总是互阮认捌上帝，阮对你来行，阮心就坚定无摇掣。主啊，求你互阮伫即个中间定心家己力量，互阮伫混乱的世代，阮独独需要你，听阮的上帝。阮安尼祈祷、感恩、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